香港是地表上大规模的山顶洞，中国的春节运输已经起高。送行李也是换大包小包行李的民众，陆陆续续来到北京车站，也便2礼拜就要过年啊。因讲是地球上上大人口移动的中国春运，就是正式来开始。对北到南各大城市的火车站，拢会使看到欢庆的回乡过年的民众。当局估计春运头一天，包含铁公路加航空运输，另外流动量会达到1亿7千万人次。其中对内蒙的海拉尼来回广州北分的列车，橫跨南北11个省区，全程超过4400公里，爱坐63點鐘15分這麼久。這是中國這陣運行時間上長的春運臨時列車。還挺好的，回到家鄉看家鄉也張燈結彩的，北京現在也開始了，挺漂亮的。雖然經濟放慢了，但是我想國家有國家的考慮，咱老百姓過好這日子。再就是現在咱國內這麼平安，是最幸福的，老百姓最幸福就是這個事兒了。希望經濟好起來的話，我就更好找工作，我就不用後面再研究讀博什麼的了。然後經濟好起來的話，我爸他們獎金也不會減半了。中國今年春運期間拄好經濟放慢，才拄行出3年疫情封控的低點，伊閣受到房地產危機的衝擊。雖然去年出口貿易順差年增長是21%，是經濟成長的高點，不過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了後，會面臨新關稅威脅，中美貿易前景充滿無確定性。原來最近幾個月來，有關當局推出一系列包含降息再刺激的計劃，不過到這陣為止成果也真有限，民眾收入也得大大來減少。儘管經濟前景無好，這個年也是愛過。有關單位預計，過年前乘客上最是伫1月25，過年了後，會場的高峰預計是2月初4、3月初7。春運40天期間，全中國總人員流動量達到90億人次，有希望再創下歷史新高的紀錄。廣視新聞張惠敏報道。